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探討一下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下嘅核數師獨立性。核數師獨立性涵蓋好多範疇，例如與審計客戶長期聯繫，通常同合夥人輪換一齊討論，係保障客觀性嘅重要措施之一。守則第540節專門針對審計人員同審計客戶長期聯繫而產生對獨立性嘅威脅，要求核數師運用概念框架去識別、評估同處理不利因素，通過消除或者將佢哋降低到可接受嘅水平。與審計客戶長期聯繫可能會產生兩種主要對獨立性嘅威脅，分別係熟悉性威脅及自身利益威脅。喺評估同審計客戶長期聯繫所產生嘅威脅時，核數師必須考慮相關因素，例如服務年期、擔任嘅角色、管理層變動同埋組織架構等。威脅或不利因素可以透過保障措施嚟處理，例如將有關人員從業務中輪換、改變該成員嘅角色或者職責等等。對於公眾利益實體審計客戶，第540節訂立咗強制輪換要求，並設有明確嘅任期同冷卻期。跟住我哋睇下一個常見案例，一間會計師事務所接受咗一個新嘅 PIE 審計客戶，該客戶之前由另一間事務所審計，喺進行本期審計嘅過程中，新事務所需要重新審計前兩個期間嘅財務報表。咁呢項業務對於主要審計合夥人嚟講，係算1年定3年嘅服務年期呢？ISB 職員問答對呢個情景有明確答案，呢項業務只計1年服務年期，而唔係3年。因為本期同之前審計同時進行，由密切關係而產生對獨立性嘅威脅，同審計新客戶第1年冇大分別。跟住我哋又睇下另外兩個常見查詢。第一個 A 先生喺舊事務所做 PIE 客戶審計合夥人3年。A 先生轉新事務所後，同一個 PIE 客戶委任新事務所做審計。A 先生繼續做呢個項目合夥人，咁輪換年期應計4年，定新由1年開始。答案係4年。第540節講明，要包括之前事務所嘅時間。合夥人轉事務所係唔會消除由長期關聯對獨立性所帶來嘅威脅。第二個例子 ，B 小姐喺客戶上市前做咗該客戶審計合夥人3年，客戶上市後計 B 小姐合夥人輪換年期，上市前嘅3年要唔要計入啊？答案係要計。第540節規定，要包括客戶成為 PIE 前嘅服務年期。所以 B 小姐上市後可以最多再做4年主要審計合夥人。近年嚟，監管機構喺呢個範疇有2項主要嘅查冊發現。第一，普遍缺乏評估因與客戶長期聯繫而產生對獨立性威脅嘅政策及程序。其中一個案例係，同一業務合夥人向非公眾利益實體客戶提供咗超過25年嘅審計服務，可能會對事務所造成熟悉及自身利益威脅。第二，審計合夥人或審計質素複核人未有遵守輪替與冷卻期嘅安排。監管機構期望會計師事務所能全面評估影響獨立性嘅不利因素，以充分了解其根本原因及對工作造成嘅影響，同時加強相關政策及程序，以舒緩對核數師獨立性構成嘅風險。總結嚟講，第540節要求持續運用概念框架去應對任何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。事務所應該喺呢方面維持清晰嘅政策同程序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歡迎瀏覽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源中心。下次見。